係各位大家好，今日咧我就要同大家講究竟點樣咧先可以抽到金蛋嘅。咁雖然我知道之前好多人都喺度廢噏啦，就話咩喺隻龍嗰度啊，個肚啊摸兩下啊，摸下佢個角啊，拉下佢隻手啊，然後熄咗成個程式再開過啊，咁佢哋話有金蛋，但係我今日想講嘅咧就係有啲理論性嘅嘢。咁樣大家就可以見到喺我呢個帳裏邊係一個新帳嚟嘅。呢個新帳嗰陣咧，我就把握住佢天使噏嘅時間嚟抽嘅，就從來冇課金到嘅。咁樣就我就抽中咗呢啲咁嘅嘢啦。唔知你覺得勁唔勁啦？舊手就可能覺得廢啦，但係新手嘅話，可能都會對你嚟講，你覺得唔錯嘅，雖然唔夾。咁樣咧，我就可以教大家究竟點樣類似抽到神噏嗰啲重啦。咁咧喺神噏嗰陣咧，就換言之，佢就有咩話三噏啦，乘3倍噏啦。咁大家都各位家庭觀眾都可以類似我咁借一張正方形嘅紙，等我嚟解釋下點樣有理論性咁樣抽翻隻金蛋翻嚟嘅。咁樣咧喺呢張正方形紙裏邊咧，中間再畫到一個細嘅正方形喺度。因為咧好多人都好不幸地抽中星蛋，咁就冇辦法啦，要講翻兩聲啦。好啦，中間畫咗一個正方形啦。咁樣咧喺神噏嗰段時間，究竟係點樣先會中金蛋嘅咧？好簡單，呢度係起點。一日裏邊就有唔同嘅寵物會俾人抽中嘅，但係一日裏邊咧唔會係隻都俾人抽中嘅。可能如果喺嗰一日之中咧冇出到，例如長夜之魔女係冇放到入抽蛋碌裏邊嘅話，你嗰日成日都唔使至抽得中噶啦。咁好，我就當今次嘅神噏為例啦。咁樣啦，跟住今次嘅神噏咧，第一個咧係火埃啦，跟住咁喺你係平時係點抽蛋咧？當你一撳入去抽嗰陣，佢就會有啲針喺度線下線到過嚟，有支針一路線，逐個玩家咁線。點形容咧？就好似火埃、水埃、木埃。第一個玩家一撳入去抽嗰陣，佢好大機會係中呢個。到第二個玩家嘅話，佢抽嗰陣，條線咧就會隨住一個玩家咁樣去右邊啦。咁樣第二個可能亦都係會中火埃嘅。到咗第三個再撳入去抽啦，咁佢就可能中咗水埃啦。第四個玩家入去抽都係可能水埃。第五個就係木埃啦。呢個 pattern 大家都應該熟悉㗎啦。光埃。咁喺點樣為之3倍噏咧？3倍噏嘅意思就即係喺火埃，你抽中火埃呢個機會率，換言之，呢個長度係會加長。例如佢乘3倍噏就係火埃嘅長度會乘咗3倍咁遠，即係換言之，到咁長嘅時候，你都係會中火埃嘅。換言之，一開始第一個玩家就喺度抽，第二個都會中火埃，第三個都會中火埃，第四個都會中火埃，第五個都會中火埃。咁樣就為之3倍噏啦。所以其實3倍噏嘅話，大家中火埃啊，中你想要嗰隻啊，或者中佢噏嗰隻嘅機會率都唔算低嘅。咁樣咁當然你中呢啲噏嘅擺晒喺度之後，當然就到翻一啲廢嘅啦，類似水瀨啦、白盾啦、吸血鬼啦等等。呢度一路落去都係星蛋嘅，或者係銀蛋都會有，就睇你有冇運啦。咁樣點樣先可以有理論性咁樣抽中金蛋咧？好簡單，要把握到中到依度至到依度，佢噏嘅機會，噏嘅寵物
噏嘅寵物，佢就好大機會你就好大機會中到金蛋㗎啦。根據喺日本時間每1分鐘嘅第1秒，佢就會由一個圈成個轉翻去第一個，即係換言之，每1分鐘第1秒你中嘅必定係火埃喺日本時間裏邊。如果你係每1分鐘第一個抽嘅，必定中火埃。1分鐘第1秒，咁可能2秒之後、3秒之後、4秒之後，你就會中咗水埃啦。咁就咁同你講日本時間每1分鐘嘅第1秒嘅話咧，咁同廢話就冇分別。咁大約係香港時間嘅23秒，每分鐘嘅23秒，每分鐘嘅23秒，13秒就會中㗎啦，就會中頭就會中第一個。咁換言之，你喺23秒至到27秒呢段時間，你中晒佢噏嗰陣嘅機會係好大嘅。大家咁樣其實先會抽到金蛋，唔係掂咩手啊，摸下肚啊呢啲咁嘅嘢啦。就如果想我計咁根據今次啱啱最近嗰個神噏啦，喺每1秒中嗰個袁無意應該火天使嚟嘅，每次佢就唔同嘅，你唔會知嘅。第2個就應該木天使，第3個就水天使，跟住如此類推就會落到去埃神啦。今次咁如果大家想知道每一次神噏究竟頭嗰幾個係乜嘢咧，或者你想知道你第幾秒抽先會中邊一隻嘅話咧，就唔該喺度讚一讚，然後我就會繼續幫你寫翻低記錄翻佢哋嘅程序㗎啦。多謝。